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。伫校长孙义明以及多位学校长官共同示范，全领学生学习到 CPR 甲 AED 等急救技能。这是中华艺术科技大学为112年理学新生所做的规划，为展现学校培育艺术健康专业人才的特色，依循往例，每一位理学新生拢必须要体验这急救技能。望伫学习的过程中，让学生会晓正确救人技巧，嘛当体会救人的意义。因为我自己也是护理系，然后就对以后上课的内容就是比较有一点知道，就是知道以后要教什么。所以是对护理有兴趣的。对。今天是我们中华医大每年一度的新生的 CPR 的一个训练。那因为我们学校是医护型的大学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全校的新生都知道 CPR 如何来操作。那我们也希望在后面他的求学，包括是4年、5年或2年，都能考上 CPR 这一张证照。那这张证照对他自己在急救的部分一定有用，而且有时候在一些出去的活动，他也可以来帮助别人。所以我们非常的强调，那也希望今年的2100多位的学生，通通能够学到这一个的技术。你除了 CPR 甲 AED 急救操作以外，为了让新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，学校今年更安排野生航靶反而拍甲歌唱比赛，希望借此增进同学之间的互相认识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